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 劇事布迪嘛。我呢個頻道係以煲劇為主題，今日想同大家講嘅係一套韓劇，叫做《你旁觀的罪》。呢個劇集得8集，係屬於一個比較短型嘅劇集嚟嘅。我喺度咧都想講講家暴嘅呢個課題。如果咧大家咧對家暴呢個議題咧比較少接觸咧，唔係好認識嘅話咧，最首先嘅就一定會諗點解咧受害者咧面對咁大嘅刑罰同埋咧咁過分嘅對待，但佢哋都唔離開咧咁樣。受害者之所以成為受害者，再演變之後成為長期被虐待嘅，係總有佢嘅原因同埋故事。好大部分嘅加害者咧同受害者咧係有一個情意結，就係加害者咧其實都係對受害者係有感情，因為通常家暴咧會出現喺家庭啦，即係對夫婦嘅中間啦，而唔少嘅加害者咧佢本身嘅原生家庭咧都係有家暴嘅問題發生，所以咧係一個一代影響下一代嘅一個嘅問題。當呢個加害者咧喺年幼嘅時候，佢出身於一個家暴嘅家庭，佢見到咧爸爸，通常都係爸爸啦，佢見到爸爸咧嚟到去當佢一好嬲、好情緒失控嘅時候，佢嘅方法就係打媽媽。所以咧，當佢自細嘅時候已經咧被灌輸咧一個嘅程式落去，就係當我去好嬲、好唔如意或者面對到壓力，我唔知點解決嘅時候，我嘅解決辦法就係使用暴力，就係打。當呢個加害者喺年幼嘅時候已經被灌輸呢一個嘅價值觀嘅時候咧，到佢大個去進入一個家庭嘅時候，佢好容易咧就會用翻呢個細個已經既定嘅模式嚟到去面對佢嘅壓力。咁而好多時咧，加害者咧去使用暴力之後咧，佢哋係會表達一份內疚啦，表達一份唔想啦，表達一份其實我其實我真係好愛你。咁一般咧，佢哋都會咧去道歉啦，或者去賠罪啦，就好似劇中入邊都有嘅，佢哋會買禮物。咁被害者同加害者進入婚姻都係喺一個感情嘅根基裏邊噶嘛，對對方都係有情感噶嘛。咁所以咧，當佢令到去面對加害者嘅施虐暴打嘅時候咧，而之後咧加害者咧表達佢後悔喎，對方嚟講總係會想原諒對方，佢哋咧都會有一啲嘅諗法嘅，就係對方唔想㗎，對方都係一時衝動，對方一時都係睇唔開，或者對方都係一時解決唔到嘅問題咁樣。再加上咧對方之後嗰份嘅道歉同埋嗰份嘅賠罪都會令到咧受害者係會心軟，好想咧再俾機會。咁就係出於嗰份對方都我唔想㗎，我忍唔到控制唔到呢一份嘅情感牽絆嘅時候咧，佢就會選擇咧就會去忍啦。但係當忍一次、忍兩次、忍3次嘅時候咧，漸漸咧嗰個感覺會慢慢去麻木，慢慢麻木到呢一個位咧，已經係我唔識選擇，我可以離開啊。雖然咧我哋旁人咧係好唔明白㗎，但係當我哋咧去理解到咧佢面對呢個家暴嗰個過程，同埋咧嗰個掙扎嘅時候咧，我哋會開始咧漸漸會理解得到佢哋咧會繼續啞忍啦，或者佢哋唔走啦嘅原因。而對於呢一方面嘅描述咧，你旁觀的罪係有具體描述。第二個係家暴課題咧，好常出現嘅就係受害者咧係會嘗試離開嘅，但好多時咧個悲哀咧就係咧佢係離開唔到。可能係加害者會揾佢啦，會多次嘅去哀求啦，多次去求情啦，多時咧真係嗌佢翻嚟啦，或者咧佢作出一個承諾，我之後唔會㗎，我之後唔會㗎，咁對方會心軟，好自然就會翻屋企啦。有一啲咧係真係會面對加害者一個好操控嘅人，佢真係知道晒你嘅行蹤，知道晒你會去邊，而知道晒咧你係冇其他辦法，你一定咧係唔會走得出佢嘅手指啦。咁受害者咧真係好無奈地，真係死死地氣要翻去原本嘅環境嘅裏邊。你旁觀的罪嘅劇咧都有呢方面嘅描述，所以呢套劇咧對於描述家暴嘅情況咧係描述得好淋漓盡致。加害者咧通常都係會係我唔想㗎，我都唔想㗎，我下次唔會㗎啦。咁的而且確咧，佢哋真係唔想嘅。但係當佢哋嘅情緒到，佢哋嘅脾氣到，尤其是飲咗酒之後咧，佢哋就控制唔到自己嘅意志啦，就係會造成悲劇，就係會使用暴力。所以喺家暴嘅個案裏邊咧，通常加害者咧嘅 O.S. 咧都會係，我唔想㗎，我唔想㗎，我控制唔到啫，我下次唔會㗎啦。我都相信呢個係實況嚟嘅，佢哋真係唔想嘅，佢哋都真係控制唔到嘅。但係往往咧，當佢哋情緒到，佢哋嘅壓力到，佢哋控制唔到自己嘅時候，尤其是飲咗酒咧，佢哋更加控制唔到自己意志嘅時候咧，就會使用暴力。
而受害者咧，佢哋嘅 OS 咧，通常都係我忍多陣啦，我忍多陣就冇嘢噶啦。佢今次係咁，佢下次唔會噶啦。只要我忍多陣就可以噶啦。呢個咧都係佢哋嘅心聲。仲有另一個心聲就係我走唔到噶，我冇可能走噶。而你旁觀的罪咧，正正咧就係講咗咧，男女主角咧都喺呢一兩個嘅 OS 嘅裏邊。受害者咧，當佢面對長期地被虐待嘅情況後邊咧，佢自己嗰個想走同埋想離開、想脫險嗰個機制咧，嗰個意識會慢慢減低到熄滅。佢根本就唔知道自己原來可以離開嘅。如果知道你有家暴嘅情況，而我哋出聲嘅話咧，其實係會喚醒被害者嘅意識，讓佢再一次去選擇離開。所以咧，帶出咧沉默就是罪啦，就係中文劇名所講你旁觀的罪。當你旁觀，當你唔出聲嘅時候，呢個就係罪。所以如果咧就係你見到家暴而你選擇沉默唔出聲嘅時候咧，其實咧就好似成為一個共犯一樣。如果我哋沉默嘅話咧，成為共犯，咁我哋見到嘅情況係咪沉默呢？咁呢度嘅係成功帶出咗，讓觀眾去反思呢個層面。總括嚟講，呢套劇咧帶出家暴呢個議題，而讓觀眾去思考同埋反省咧，都係做得好成功嘅。今日講你旁觀的罪就講到呢度，歡迎大家訂閱我嘅 channel，仲有歡迎大家喺底下留言，多啲一齊交流。下次再見，拜拜。